初玩呢個扭計式嘅時候咧，最好咧就首先咧學習咗啲 notation 先嘅，即係一啲簡短咗嘅英文字母。咁你當一個好複雜嘅方程式一次過咁咧，你就可以慢慢睇住呢啲 notation 咁去練。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 L 即係 stand for left 啦，即係代表 left 即係左邊嗰一層，即係呢一層啊，呢一層。咁如果 left，即係通常咧，如果冇講嘅話咧，呢啲所有 notation 咧都係順時針方向咁樣嚟嘅。即係譬如就見到 left，即係你話要做呢個動作，順時針方向。咁啊做咗 left 呢樣嘢啦。咁如果咧 R 嘅時候咧，咁即係 right 即係右邊。但係咧小心喎，唔好咁樣擰過嚟變到 R，因為咧你要順時針方向咧，順時針方向即係要咁樣擰一次。即係如果見到 R dash 咧，佢有一個notation 係 dash 嘅時候咧，即係話係反時針方向。如果 R dash 即係話反時針向翻呢邊咁樣擰。咁呢啲左邊 left dash 嘅話咧，即係左邊反時針方向。咁 U 咧，即係 upper 啦，upper 即係上面嗰一層。上面嗰層順時針方向點啊？向呢邊啊，順時針方向。咁 D down 即係下邊嗰層，下邊嗰層你就睇咯。下邊嗰層順時針方向嘅話咧，你要咁樣擰一下。跟住咧，仲有咧就係 F front 即係前邊啦，前邊呢一層對住你嘅。咁即係順時針方向咧，咁樣擰一下。咁然後咧 B back 即係後邊，後邊嘅順時針方向，後邊嘅順時針方向咧，就係變咗咁樣。咁咧有個見到個二字嘅時候咧，即係譬如2L 咁樣，二咧即係話轉兩次咁解嘅啫。2L 即係既然轉兩次，喺邊個方向都冇乜所謂，都係一樣。1、2，咁咪 2L。星咧就3×3咧都唔會點樣用嘅，通常星即係代表兩層同一時間去擰。即係譬如呢啲咁樣4×4咁，如果L 星嘅話咧，即係兩層一齊擰順時針方向咁樣擰一次咯。如果2L 星咁，即係話兩層一齊左邊擰兩次，就係咁。